大家好，我係 Frankie 啊，今日好開心請到 Mortgage Broker Eric 同我哋講解一下關於英國買樓印花事項，例如點樣可以合法咁慳到多啲印花稅，同埋乜嘢情況之下有機會可以申請印花稅退稅。以下將時間交俾 Eric。好多人買樓咧都好自然問一個問題啦，有冇咩方法可以慳到印花稅呢？咁但老實講啊，我先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亦都好現實嘅問題，就會印花稅本身咧就冇慳嘅，咁要俾印花稅始終都要俾。咁不過咧，雖然話印花稅係唔可以慳啦，咁但喺實際操作上邊咧，的確有啲情況咧係可以幫你避免俾錯印花稅嘅。咁另外咧，亦都某啲情況咧，你係有機會可以合法申請退翻部分嘅印花稅嘅。咁不過咧，首先你要知道印花稅點樣計算。咁印花稅咧，其實分咗三個部分嘅。咁首先就係基本稅率啦，125000磅至到25萬磅咧，你要俾樓價2%。咁25萬磅之上咧，你就要俾樓價嘅5%。咁如果你有額外物業，你就要再俾多樓價嘅5%。咁如果你嚟咗英國未夠183日，又或者你係海外買家，咁你就要再俾多樓價2%。咁呢啲加加埋埋，就係你要俾嘅印花稅總數目啦。咁而家我就同大家講一講咩叫俾錯印花稅啦。咁有啲人都會問啦，咁印花稅唔係律師計嘅咩？點解要計錯呢？咁其實我哋實際上處理過嘅退稅個案咧超過200宗㗎啦。咁當中有好一部分呢並唔係律師嘅問題嚟嘅，係因為客戶同律師溝通之間出現咗誤解，導致到俾多咗印花稅。咁我而家就同大家分享幾個常見嘅例子啦。咁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唔理解額外物業嘅定義啊。咁有啲人一聽到律師問你有冇額外物業啊，就即刻話有。咁其實額外物業定義咧就係話住宅物業。咁如果你持有嘅係商業用途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係可以唔計算入額外物業之內嘅。咁第二個情況就係話有啲客喺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名下有一個價值好低嘅物業，咁換算英鎊之後咧大概低過4萬鎊。咁根據稅局嘅 guideline 咧，其實咧市值少過4萬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唔計入額外物業之內嘅。咁另一個好常見嘅誤解咧，就係話海外買家身份同埋183日嘅居住規定啦。咁如果夫妻購買一個物業嘅話咧，只要其中一方已經喺英國住滿183日咧，就等於夫妻雙方都住滿183日，咁就唔需要俾海外買家印花稅嘅，並唔需要兩夫妻同時住滿183日嘅。咁最後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例子啦，就係交易時間差嘅問題啦。咁有啲客咧就喺英國物業成交之前，就啱啱成功賣出咗佢自己嘅香港或者海外嘅其他物業。咁換句話講咧，喺交易當一刻咧，其實咧佢已經唔再持有其他任何物業㗎啦。咁但係由於佢冇即時通知翻律師啦，或者冇更新嘅資料啦，咁結果仍然被收取咗額外印花稅嘅。咁其實上邊嘅情況，如果你俾多咗一啲額外印花稅嘅話咧，都有機會可以申請退翻嘅。咁咧，最後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一講有咩情況底下係可以合法申請退翻已經繳付嘅額外印花稅嘅。咁第一種情況就係話更換自住物業啦。咁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你買咗一個英國嘅自住物業，完咗喺3年之內成功出售咗你之前嗰個自住物業嘅話咧，咁無論當一刻你有冇其他嘅額外物業，原則上都可以退稅嘅。咁好多朋友咧有個誤解啊，就話我仲有其他投資物業喎，係咪一定唔可以退稅咧？咁其實呢個概念咧係唔正確嘅。只要你係一個更換自住物業嘅行為，無論你有冇其他額外物業，你都可以退稅嘅。咁第二個情況就係話，有啲客人咧喺買英國物業之前咧，佢已經出售咗喺香港原有嗰個自住物業㗎啦。咁但係由於咧當一刻咧佢仍然持有其他投資物業喎，咁所以咧結果佢買英國物業嗰個時間咧，仍然被收多咗呢啲額外物業印花稅。咁其實咧，如果呢個英國物業咧實際上係作為你嘅主要居所，咁而你又符合啲相關規定嘅話咧，其實呢類型嘅情況咧，你都係可以退稅嘅。咁第三個情況咧就比較少人知啦，就係長期租住同一個單位。如果你購買嘅英國物業係用嚟取代你之前喺同一個單位租住超過7年嘅住所，而你又符合相關規定嘅話咧，咁而你又有俾到呢個額外嘅印花稅咧，咁原則上咧都有機會申請退稅嘅。咁第四個情況就係話關於海外買家印花稅啦。如果你本身係海外買家身份去購買咗英國物業，咁喺完成交易之後嘅1年之內就住滿英國183日，咁咧你就有權申請退翻已經繳付嘅海外買家印花稅。咁最後一點咧，我想提醒啦，就係話咧，所有嘅退稅咧係有時限嘅，並唔係任何時間申請都得嘅。
咁舉個例啦，如果更換自住物業理由退稅咧，一般都係要賣出物業之後嘅1年先去申請。咁如果退海外買家印花稅咧，一般都要買入英國物業之後嘅2年先去申請。咁如果超過咗呢個時限咧，就係預期申請㗎啦。咁一般情況之下咧，稅局咧係唔會受理嘅。咁除非咧，你可以引用一啲特定嘅預期申請嘅法例同程序去做啦，咁先有機會批核嘅。咁但係處理呢個過程咧就會複雜好多啦。咁總括嚟講咧，退印花稅咧唔係一件自動發生嘅事情嚟嘅，你係需要清楚啲規則啦，留意一時間點啦，同埋合適嘅時間之內申請嘅。咁今日嘅分享咧，我諗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對印花稅啦，同埋對按揭有一定嘅理解啦嚇。咁如果大家聽完呢條片之後咧，對印花稅或者對按揭仍然有任何疑問嘅話，都歡迎大家透過資訊欄入邊嘅 Google Form 留低你哋嘅聯絡資訊。咁我收到你嘅信息之後咧，會盡快回覆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個查詢咧係免費嘅，唔會收取大家任何嘅費用。咁多謝大家收睇。嗱，咁而家減息週期咧就啟動咗啦。我身邊好多人咧都開始諗緊將佢嘅物業交還套現，又或者用按揭購買新嘅物業。咁其實咧，我哋都有提供咧英國物業按揭嘅中介服務嘅。咁如果大家係有關於英國物業嘅按揭問題想查詢嘅話咧，都可以喺呢段片下邊嘅資訊欄裏邊嘅 Google Form 留低聯絡資訊同埋有關嘅疑問。咁我哋收到你查詢之後咧，會盡快回覆嘅。